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係嚟到由香港電台製作嘅城市論壇。咁啊，今日嘅節目咧係翻維園呢度同大家講講係今個禮拜，其實應該上個禮拜嘅重要事件。咁啊，當然啦，就今個禮拜咧就最緊要咧，大家咧今日係唔好忘記去投票嚇。咁就把握呢個機會選出你心目之中嘅候選人。講翻今個論壇嘅題目，咁啊大家都應該記憶猶新啦。咁啊上個禮拜三咧就數以千計嘅社工咧就係罷工，咁啊去到呢個社署總部嗰度咧，就係向處長同埋相關官員咧係遞信嘅。咁就近期類似嘅事件咧，都唔係淨止呢一次。咁啊，如果係淨止呢一次咧，可能社會上嘅關注咧未必要咁大。咁啊，不過咧就睇翻輿論事後對呢件事情咧有不同嘅理解啊。咁啊，好多報章評論咧都話要求呢個即係推翻呢個整筆一次過撥款，呢個係唔係倒行逆施嘅一種要求咧？咁跟住同工同酬同鐵飯碗係咪其實掛鈎㗎啦？咁嗱輿論係有呢啲咁嘅講法，咁啊大家點睇咧？咁相信咧今日就好多呢一個我哋嘅社工嘅同工喺現場咧，不同年期入職嘅朋友都有，可能對呢個問題有不同嘅睇法。嗱，處長就喺呢度啦，咁就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就把握呢次嘅機會，好嘛？咁啊趁呢個機會亦都介紹下台上嘅講者先。喺我旁邊係有余志允處長咧，就係社會福利署嘅處長，歡迎你，處長。各位早晨。咁啊，跟住咧就係有蔡海偉先生，係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嘅會長，歡迎你。咁啊，仲有張國柱啦，咁啊，張國柱咧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大家早晨。咁啊，亦都係現場嘅團體係有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學院嘅朋友，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咧就係社工到場，咁啊，歡迎大家，亦都係希望大家係踴躍發言嘅。咁就剛才開場白講到啦，就既然咁多朋友喺度，不如就請我哋嘅現場社工朋友講講你自己對呢一次罷工嘅一種睇法，同埋究竟個訴求，你覺得個合理性喺邊度咧？不如前面呢位朋友先講起啊嘛。大家好，咁我係入職啱啱2年嘅同事啦。咁我哋咧一入嚟嘅時候已經知道我哋唔會有花紅，唔會有雙糧，亦都一定唔會揾大錢嘅社工呢一行業。為啲乜嘢？為企出嚟，我哋希望話俾政府聽，你哋帶頭分化緊我哋嘅一啲非政府，大部分嘅社會福利都係一啲非政府嘅同工去幫手去執行嘅。而你哋帶頭去分化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整不過撥款制度嘅問題，一路而家到7年啦，你哋最近先再重新召開嗰一個嘅檢討嘅機制。問題點解我哋咁歌舞升平嘅，而家越嚟越經濟繁榮嘅社會，仲有咁多社工出嚟去咁大聲去訴求，就係話俾大家知，其實呢個制度有問題。點解啊？點解機構有盈餘，為咗係俾我哋啲員工係有一啲嘅長俸各樣，佢哋嘅預備，但係政府呢？政府有冇俾一個穩定嘅撥款、長遠嘅社會福利藍圖？我喺2000年嘅一個方案嗰度，之前係喺立法局嗰度擱淺咗。咁但係而家未來嗰10年，我唔知道社會民生上面對於成個社會福利發展嗰個嘅藍圖會係點樣樣。而社聯亦都有一啲嘅好緊急優先要排位要去即時去處理嘅一啲嘅社會福利發展嘅問題。但係你哋社署有冇去回應呢？有冇去處理呢？老人長者要排入去住院嗰度要排成3年，想問下，究竟呢啲最需要嘅一啲嘅10年添係咪？有啲長者話究竟呢啲咁需要嘅服務，你哋為何唔即時去處理？係唔係聽唔到我哋前線嘅同工嘅訴求呢？我哋最直接係了解到社民嘅需要，我哋而家話俾你聽，有呢啲咁嘅情況，為何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呢？請你哋去逐一為我哋去處理呢一個嘅而家衍生嘅社會問題，同埋未來嘅社會福利嘅發展。希望你一同我哋去承擔翻個社會責任，唔好俾咗個波，俾個機構一筆過撥款脫離咗呢個社會承擔嘅責任。唔該。好，唔該晒。咁就非常之咧，就係一矢中的咧，係擊出咗今次嘅討論嘅重點。包括就係有呢個撥款嘅機制啦，同埋社工咧同工不同酬。咁正正咧，亦都係配合咗今日嘅論題啊。今日嘅論題咧，或者仲講講咧，就係叫做社工同工不同酬撥款機制嘅廢籌謀啊。咁就現場咧就好多社工嘅同工喺度。前面亦都有一位係攞住咪嘅啦，請你。我係咧社工嚟嘅。咁我喺2001年嘅時候咧係離開資助職位，因為我係憤怒地離開。我喺2000年咧要執行嘅工作咧係管理工作。我要做嘅籌謀點樣去縮減皮費做法咧就任何做法都可以，簡單講叫同工唔同酬。
就係咧所有新入職嘅同事諗盡所有方法減晒佢哋嘅入息，做緊同一個工作嘅同事都係要減。於是乎，我寧願將呢個飯碗打爛佢，我寧願打爛佢嚇。小心打親人啊！小心打親人。始終都會有一日會打得爛嘅，唔好意思啊，係。我想表達另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哋希望咧社會福利係達到一個咧係改善低下市民嘅生活嘅一個服務，亦都係咧係穩定社會。我哋嘅當局咧都特別北京方面成日都話穩定壓倒一切，但係呢6-7年嘅時間咧係破壞晒呢個社會福利發展嘅穩定性。我哋希望咧好似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社會福利係有發展嘅。呢個咧，我希望處長咧，你本住你嘅良心，去將我哋社工界都係低下市民關注福利嘅朋友咧嘅聲音去向政府方面反映。我好素養咧係局長你嘅為人嘅，因為我喺木屋區做過工作。我去到木屋區嘅時候咧，木屋區嘅街坊係讚賞現任嘅處長嘅。我希望處長真係咧唔好埋沒咗你個良知，係為福利嘅長遠發展做翻好你應該要做嘅嘢。我所講係咁多。好，咁就我相信咧，就處長咧就係其實近幾個月嚟啦，第2次咧坐落嚟城市論壇咧就同大家溝通噶啦。咁我相信咧就良知絕對唔會泯滅嘅。咁啊，只不過具體嘅措施應該點樣做法咧，我哋可以平心靜氣再傾傾，再聽聽前線社工嘅意見。係各位家庭觀眾、各位在座嘅朋友，大家好啊！咁咧我就喺整筆個撥款之後咧，就做過幾間嘅福利機構。咁咧，我總結下咧，我今日咧就諗到咧，好簡單就好容易諗到4宗罪，整筆個撥款之後嘅4宗罪。第一咧就係辭咗職之後咧就唔會再請人，而嗰個工作量咧就由其他嘅同事咧會分擔。呢個咧係嚴重咧係降低咗個質素，同埋咧嗰個同事咧做到咧身心疲累。第二宗罪咧就係完全咧嗰個社會嘅福利機構咧係以商業嗰個形式去運行咧。每一個嘅活動咧都要收支平衡，甚至要賺錢嘅。我覺得咧政府咧已經逼到咧社會服務機構咧，全香港冇一間係非牟利機構，而家全部都係牟利機構。呢個係第2宗罪。第3宗罪咧，同工唔同酬啦，講咗好耐啦。呢個係好影響咧整個社會服務同事嘅士氣。第4咧，頭先有啲嘅朋友都講咗，係壓榨緊新入職嘅同工。新入職嘅同工係個人工咧係低到咧係不可以接受。呢個係邊個造成㗎？政府係一手造成嘅。呢個係嚴重咧影響緊整個社會嘅年輕人咧對社會服務機構咧呢一行係非常之灰心嘅。我覺得有啲社評話我哋嗰次嘅罷工好激進。我覺得嗰次嘅罷工好似一個灰姑娘咁樣行出嚟花園度唱下歌咁樣。政府不嬲都係當我哋唱歌咁樣。點解7年我哋仲要出嚟罷工啊？根本我覺得即係你話咩激進啦？我哋都未癱瘓大道東，未2000人出嚟遊行，我哋都未為政府總部。咩叫激進啫？點解政府一路都唔？點解7年之後都仲喺度傾緊呢個問題咧？大家反思下。係咁啊，其實話激進與唔激進咧，可能由不同嘅角度去睇到嘅。咁就老實講，我喺電視上面睇到咧就係嗌口號嚇，讓路咁諸如此類。跟住咧就有啲人咧就企圖爬嗰個欄杆啫。咁啊，僅此而已。你話係咪好激進咧？個人嘅睇法，我就自己可能見得呢啲咁嘅場面多咧，我就覺得麻麻地。係朋友。處長，當日我罷工當日咧，就希望企起身俾你睇到咧，我哋社工嘅憤怒嘅。點解社工咁憤怒咧？我希望透過呢個論壇，你會了解多啲，亦都向咧能夠真係做決定嘅局長甚至特首咧，就係反映清楚。喺一筆過撥款實施以嚟，業界所有嘅前線同工幾乎係只有不斷咁增加向你表達不滿。呢個係咪事實？呢個係事實。點解呢？因為我哋喺前線見得到基層居民喺舊區嘅、喺板間房嘅、喺公屋居民裏邊，全部都係受緊苦嘅。一個一個嘅悲劇不斷咁發生，但係一筆個撥款繼續嘅話要推行，而且檢討遙遙無期，所以我哋唔能夠再忍啦。我哋企喺度唔係想激進，唔係想衝擊咩警權衝擊處方我哋想衝擊一個不公義嘅制度。處長，我知道你嘅為人，我哋敬佩你，但係你要代表嘅制度係我哋唔能夠接受嘅，係一個不公義嘅制度。我希望你嚟到能夠俾我哋一個新希望，去改變呢個不公義嘅制度。
好，唔該晒。咁啊，不如我哋翻上去台上嘅講者做一個回應啦。因為基本上咧，剛才咧有好多朋友都係將呢個一筆過撥款啊，將社會嘅悲劇咧係緊扣住嘅。咁啊就其實呢個咁嘅講法有冇個合理性喺度咧？處長，你自己睇呢個社會福利界嘅同工嘅所謂不滿啊，你會唔會拉得咁好似佢哋咁樣覺得一筆過撥款真係罪惡深淵，係令到呢個社會福利嘅水平咧就下降到產生好多咁嘅悲劇？長遠嚟講應該點處理呢個問題？你同啲同事講講好嘛？好，整筆過撥款咧就推行咗7年。咁我哋似乎咧就忘記咗7年之前嗰個機制係點樣嘅。我相信咧整筆過撥款咧，如果我哋記得以前嘅運作咧，而家個機制個靈活性係大過以前好多嘅，亦都有佢個好處。但係我同意咧，呢7年我哋係面對好多問題。香港經過金融風暴啦，亦都係有沙士啦，亦都有禽流感，令到香港嘅經濟咧受到打擊。咁政府咧亦都要係資源增值啦，削減一啲資源，而社福界咧亦都要咧係同一係有呢個咁嘅命運咧，就削減咗資源嘅。咁亦都係過去香港幾年嗰個需求係大咗，問題係複雜化，市民嘅期望又多咗，咁所以咧前線嘅社工咧個壓力又好大嘅。所以政府係樂意咧，亦都係有個承擔咧，係同社福界講我哋點樣解決而家個問題。唯一一點咧，我個睇法同各位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我哋唔應該單一歸咎係整筆過撥款。整筆過撥款咧個機制本身係有佢個好處嘅，而將所有問題歸咎落去整筆過撥款咧，我覺得呢個咧就唔係一個好公道嘅睇法。好，唔該晒。蔡海偉點回應同事嘅睇法？我諗星期3之前咧，其實冇人估到咧會有3000個同工出嚟參加一個罷工嘅行動。係啊，主辦單位都好似唔係咁講。主辦單位估都係估1000零人咁樣。冇錯。嚇，3000人其實我都嚇咗一跳。我相信其實好多人都係嗰一次之後係深深體會到咧，其實個問題咧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其實幾年來咧，對於成個社福界、社工界咧，其實造成個嘅損害咧，其實係好深㗎啦。咁先會令到咧有3000人出嚟。同埋我出嚟嘅人入邊咧，其實好多我就咁睇到報紙啊、電視見到啲人咧，其實好多都係啲而家好多人講話整筆撥款係令到啲新入職嘅同事受影響，佢人工低咗。但係嗰日出嚟嘅咧，其實好多唔係新入職嘅，好多係喺個社工界入邊10年、20年或者20年以上，佢基本上咧個人工都冇受到整筆撥款影響，仍然攞緊以前嗰個水平。點解佢都要出嚟咧？佢真係出嚟搞事咩？我諗唔係咯。佢出嚟其實真係見到其實個問題係嚴重，佢先要行出嚟，花自己咁多嘅氣力走出嚟。其實就想話俾大家知，話俾政府知道個問題咧，其實已經係到咗唔可以唔處理嘅階段，已經係咧好多人咧天怒人怨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嘅情況咧，我哋有啲失望嘅就係，似乎仲係逗留一個政府諗緊我可能俾多少少錢你哋塞住你哋把口。好，蔡海偉，我必須要打斷你，因為時間到，我哋陣間咧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再請張國柱先生係講講佢嘅意見，好嘛？休息陣間先。好啦，翻嚟城市論壇啊嘛，今日咧同大家講社工罷工所引申出嚟個深層嘅問題就係一同工不同酬嘅問題，第二咧就係呢個所謂一筆過撥款究竟個合理性係咪可以繼續保留落去嘅問題咧咁。咁剛才咧就係蔡海偉咧就俾我打斷咗，唔好意思，你仲有意見請發表。我簡單講埋嗱，我想而家咧唔係話政府收咗我哋幾份文件，有啲嘢建議，跟住自己翻去就諗完晒之後就話俾我知個結果。其實咁樣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嘅，我哋覺得咧應該係大家坐埋一齊，真係好全面客